中美同步公布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兩國同意取消向對方嘅貨品徵收嘅大部分關稅，只係保留基準稅率10%。另外2%關稅就有90日嘅暫緩期。中美將會建立機制，繼續就經貿關係進行磋商。中國商務部同美國財長貝森特星期一同步公布中美日內瓦會談聯合聲明，中美承諾會喺嚟緊星期3前採取舉措降低關稅。美國根據上個月2號行政命令，向包括香港同澳門在內嘅中國貨品加徵3%嘅從價關稅。美方將只保留1%嘅基準稅率，另外2%對等關稅就會暫停實施90日。後續美方喺上個月8號同9號進一步調高中國關稅至84%同125%嘅行政命令就會取消，新嘅對華貨品稅率就係10%。中方亦會相應修改稅委會公布嘅第4號規定嘅加徵3%從價關稅，其中嘅2%會暫緩實施90日，同時保留餘下1%嘅關稅，並取消稅委會之後2次對美國實施嘅反制關稅。中方亦會採取措施暫停或取消大部分針對美國嘅非關稅反制措施。綜合計算，美國取消對中國貨品91%關稅，中國取消對美國貨品加徵嘅91%反制關稅。不過，美國之前因為芬太尼問題已向中國徵收嘅額外2%關稅仍然會維持。中方不願意打貿易戰，因為貿易戰沒有贏家。但是如果美方執意把貿易戰強加於我們，為了維護我自身利益，中方也絕不懼怕，一定會奉陪到底。中美雙方同意將建立機制，繼續就經貿關係進行磋商，協商可以喺中國、美國或雙方同意嘅第三國進行。根據需要，雙方可就相關經貿議題開展工作層面磋商。The consensus from both delegations this weekend is neither side wants a decoupling, and what had occurred with these very high tariffs, as Ambassador Greer said, was the equivalent of an embargo, and neither side wants that. 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表示，談判結果對美中都好好，當中最困難嘅部分係嘗試修復上屆政府留低嘅溝通渠道。至於芬太尼議題，現時冇變化，但處於積極軌道。喺北京，商務部發言人表示，今次會談達成聯合聲明，係雙方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解決分歧邁出嘅重要一步。